你有冇試過有一晚好唔特別，冇大事發生，冇同人嗌交，冇上司鬧你，冇人失約，但你就係喺夜晚洗完面之後望住鏡突然呆咗。你望住自己個樣冇表情，冇唔開心，但你個心好似掏空咗。你機械式咁刷牙，瞓喺床上邊畫咗2粒鐘手機，咩都睇，但咩都冇記得。你唔係冇做嘢，但你唔記得自己點樣由9點畫到11點，然後你熄燈，個腦突然清醒。你冇任何人要回覆，冇任何 deadline 要追，但你個腦不停喺度問：我係唔係一個失敗嘅人？大家好，我係 AI 神仔。正式開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幫手撳個 like 同埋訂閱。你哋嘅支持係我繼續製作內容嘅最大動力。依家即刻講翻正題，開始今日嘅分享。當你個腦不停喺度問我係唔係一個失敗嘅人，唔係因為出咗咩事，而係你真係唔知自己而家做緊啲咩，唔知點解要咁樣活，唔知下一步想行邊，點樣逼自己再提起勁。你問係咪我太懶，係咪我唔夠自律，係咪我根本就唔上進？但個心底細細聲有個回音話你聽，我唔係唔想努力，而係我真係唔知道我努力係為咩。其實好多人都會咁，而係因為疲倦咗，日復日咁過，工作、生活、壓力、人情世故，一路咁累積住，就好似自己成日都要頂住好多嘢。但係當冇人明白，冇人聽你講，啲情緒就會慢慢變成火氣，塞住咗個心。你可能開始驚自己就咁冇咗火，驚自己成為一個冇理想、冇方向、冇夢想嘅人。你望住啲同齡人啦，有啲升職，有啲創業，有啲做 KOL， 有啲每日打卡開心 share 生活。你都試過去模仿，試過強行俾自己要做翻啲嘢，但係心入邊有個地方好靜好灰，好似再點做都點唔起個心。你開始問，咁樣落去我會唔會變成一個自己都唔中意嘅人㗎？係唔係太遲先開始諗？你係唔係已經錯過咗應該清晰目標嘅年紀？唔知從幾時開始，大家都覺得人生一定要有目標，冇目標就代表冇出息，冇方向就代表冇價值。咁啱你而家就係唔知想點，你開始唔敢同人講，開始扮有 plan， 開始扮忙，因為你驚講出我唔知想點會俾人笑。但你知唔知，其實真正會迷茫嘅人，往往係因為佢哋太誠實，佢哋唔願再扮，唔願再照抄，唔願再行條唔屬於自己嘅路。佢哋唔係冇能力，而係佢哋夠清醒，知道自己唔想再硬撐。佛教有句說話，心不住則靈，意思係你個心唔執住某一個死框，佢就自然會靈活流動。你而家迷茫唔係你壞，你未必已經揾到新嘅方向，但起碼你開始唔再扮緊嗰啲其實根本唔屬於你嘅價值。所以第一步唔係揾目標，而係唔好否定自己而家嘅狀態。你唔係失敗，你係開始覺醒。其實唔知想點呢種狀態，有時未必真係因為你冇理想，反而可能係你嘅理想太細聲，細到你自己都聽唔清。你唔係冇嘢想做啦，只係你成日太習慣壓住自己嗰啲唔實際嘅諗法。你會話畫畫、做戲冇人支持啦，寫文、出書揾唔到食啦，行山、養貓、整嘢食。啲人會唔會笑我冇出息啊？你唔係冇諗過做啲乜，而係每次一諗就即刻有個聲音話你聽唔可以啦，你要現實啲。但係咁嘅現實究竟係邊度嚟？係你真心咁諗，定係成長過程入邊太多人話你知邊啲嘢唔掂，你就信咗？其實唔係你唔想活得清晰啲，而係你太早被教識點樣壓住自己啲聲音。我聽過一個人分享，佢細個好中意畫畫，畫完會剪剪貼貼整手作，唔係為咗賣錢，只係覺得畫出嚟好快樂。但係中學開始，佢開始覺得咁樣係唔切實際，做功課考試先係應該做嘅事。到出嚟做嘢，佢份工其實都唔差，穩定，人工都 OK， 但佢每日朝早起身都冇期待感。直到有一日，公司搞 team building 要設計一份海報，佢一攞起筆畫就突然流晒眼水，唔係感動，而係太耐冇摸過自己中意嘅工具，手有少少震。嗰一刻佢先知，佢唔係冇熱情，而係佢太耐都冇俾自己空間去做翻啲自己真係中意嘅事。我哋太習慣問點樣做啲實際嘅事，但係太少人問你心底有冇啲唔敢講出口嘅渴望。佛教講內觀唔係叫你離地，而係叫你誠實問下自己，我有冇遺忘咗啲自己以前中意嘅事？
你唔需要即刻放低份工轉跑道離開社會，你只需要肯承認，原來我仲有嘢想試、想知、想感受。而呢啲細聲嘅渴望，往往就係你個方向感最原始嘅源頭。你越唔肯聽佢，佢就越細聲；你肯停低，佢就會慢慢講翻嘢俾你聽。有時呢，我哋唔係冇答案，而係冇俾機會答案出聲。你每日都完成緊啲所謂正確嘅事，但係你個心早就冇出聲。你會懷疑人生係咪一定要咁樣做嘢、食飯、熄燈、玩手機、再做嘢？你開始覺得我咁樣過一世係唔係會後悔？你唔係想做大事，但係你唔想日日咁。我想你知呢個問題唔係你先有，好多清醒咗嘅人都問過自己一次，其實我仲係咪有嘢想追求？有，一定有，只係你仲未肯聽，或者你太耐冇停過落嚟。而真正嘅轉變就係由呢度開始，唔係揾到答案，而係開始想知答案，唔係即刻有動力，而係唔再掩住嗰份渴望，有一種不安，好多人都有，但係冇乜人講。就係當你望住其他人好似都行緊一條清晰嘅路，有事業、有目標、有副業、有 content、有動力，但係你自己就係坐喺度諗，我知自己要努力，但我努力緊啲咩？有啲人話呢種感覺叫自卑，有啲人話係懶，但我聽得最多嘅版本係一種靜靜地嘅無力感。你好似一個已經開住 engine 啦，但唔知轉向邊嘅司機，手係喺軚盤度，但心就飄咗去好遠。你知道時間過得好快，但你唔知你想去邊，所以你越嚟越唔敢喐，因為一喐就要答你究竟想點。我想同你講呢，其實你唔係一個人。佛教入邊講緣起，意思係世上所有事都唔係冇啦啦發生，而係有原因、有條件先會出現。你而家冇目標，唔係因為你冇能力，而係你而家嘅條件未必啱你揾到個目標。有時係你太累，有時係你成長過程冇機會探索，有時你只係需要時間，唔係需要急。有位讀者同我講呢，佢喺30歲先知道自己原來唔係唔中意學習，而係唔中意被催谷。以前覺得自己廢，其實只係唔啱時候。呢個就係緣起。當你知所有嘢都係因果嘅結果呢，你就會少啲責怪自己，會俾多啲空間俾自己調整。佛教入邊有個八正道，係修行人用嚟照顧自己身心嘅方法。聽落好似深，其實好貼地。正見即係唔再麻木相信自己好差，亦唔麻木以為一定要成功先值錢，係學識睇清楚現實同內心。正思維，你有冇俾自己一啲真誠嘅諗法空間？定成日都話唔使諗咁多，做人實際啲好啲啦。正語，你會點樣同自己講嘢？成日鬧自己笨唔上進，定係會俾一啲包容？你用咩語言？養緊咩習慣？正業，你做緊嘅嘢係咪違背你自己嘅價值觀？你係咪為咗生活而放棄咗生活？證明你生活嘅方式係咪令你更加清醒？你喺唔係一個令你覺得內心安穩嘅環境？正精進唔係努力工作就叫精進，而係你係咪花時間培養翻你嘅內在能量？正念，你每日有冇一刻係屬於自己？冇社交，冇壓力，冇比較，只係單純同自己相處。正定呢，即係內心有安定呢，唔係冇事發生，而係有事發生時你唔即刻起風。你未必要記得全部啦，你只要記住一樣，你有冇俾自己選擇過生活？有人問咁點先叫唔迷茫？我反而會問你有冇俾自己一個機會去承認你而家係迷茫。我聽過好多人講，佢哋喺明明冇發生咩特別事嘅日子入面，突然覺得人生冇意義，佢哋以為係自己有問題，直到開始靜落嚟，先發現原來自己太過唔聽自己個心講嘢。一個人坐喺茶餐廳度食早餐，望住窗外車嚟車往，冇咩情緒，冇咩想法，但就係覺得其實我唔知我想點。佢冇喊，冇喊苦，冇戲劇性，只係一個靜靜地嘅念頭。嗰個念頭就係醒覺。佛教唔係要你逃避現實，而係俾你一種角度去睇現實。佢唔係叫你忍耐，而係叫你觀照，即係唔批評、唔逃走，只係靜靜咁望住，睇清楚我內心發緊咩生。所以唔知想點，唔代表錯咗，而係你開始誠實面對自己。唔好怕人話你唔上進，唔好怕落後，唔好怕冇 plan。你要怕嘅係你活咗一世都未問過自己咁樣過係咪我想要？佛教仲講空性，唔係話你空虛，而係話你冇必要俾身份、俾職業、俾成就去定義你係邊個嘅。你可以係一個唔知想點嘅人，但你都可以係一個好善良、細心、溫柔、聆聽自己內心嘅人。唔會因為迷茫就冇價值。你一直都係堅持住，只係未揾到方向，唔代表你唔識行。
佛教仲講無常，一切都會變。你今日咁樣唔代表你一世都係咁樣。你揾唔到方向唔緊要，你揾緊就係條路。最後我想留一個問題送俾你，如果你唔需要揾到目標，你會點樣選擇活落去呢？如果你而家都喺度揾緊屬於你嘅路，唔使急住出發，唔使即刻答得出自己想點，你只要俾自己一個空間去問、去聽、去感受，就已經係行緊。記住，人生唔係一條一定要快跑嘅路，有時企喺原地望一望，停低深呼吸一下，已經係一種勇氣。如果你覺得今集有啲說話陪到你，記得 like 呢條片，撳埋訂閱我哋頻道現代人嘅佛系補習班。下次我哋一齊再靜靜咁思考，慢慢咁行。下次見。